们好几个礼拜，连续几个礼拜有读那个历代志哈。我们在历代志里面呢，有知道一些以色列这个群体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呢一直以来都大部分的时间都背逆，不听上帝的话，以至于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就是流离失所，离开自己的故乡。那后来上帝就应许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果然在70年之后就回来了。回来的目的是什么？还记得吗？重建圣殿。重建圣殿为的是要什么？敬拜上帝哈。这其实是上帝要他们从漂流异邦的这样的生活，回到自己的故乡，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对上帝的敬拜，因为他们在那些异邦外族，他们那边没有什么圣殿，他们那边也不是敬拜上帝的，所以上帝要他们回来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敬拜。那在他们好不容易总算，虽然他们因为生活上的一些需要，他们有 delay，他们有拖延，一拖了10几年没有，那圣殿都荒废这样子。可是后来呢，在过程当中，上帝也差派很多的先知给他们提醒、警告啊，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的初衷是什么，不要忘记我让你们回来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会一定不要忘记了。好，感谢主，他们这个还算是清醒，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呢，10几年挣扎的过程当中，最后总算圣殿也重新再整修再回来，他们恢复敬拜的生活。好，那当他们好不容易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就有一群律法教师，就是专门研究摩西律法的，他们就想说，这样子我们不能同样的错误不能再犯第2次。万一我们如果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这个信仰群体搞不好哪一天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回来啦，那要赶快守住，对不对？万一哪一天又被上帝掳走了，如果不听话，又被上帝掳走，那怎么得了？所以呢，他们这些律法教师就很细的研究上帝透过摩西颁布的那个律法，他们研究了总共613条，总共613条的律法都要这些百姓遵守，他们都要谨记在心。比如说，安息日的时候就不能医病，安息日的时候不能煮饭，那等等很多的条例都是他们要去遵守的。可是呢，这些律法就是有一点过头了，就是要大家守律法守到有点过头，有点超过。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来讲，大家都当过学生啊，你们还在学生，你们中午有睡午觉吗？要睡觉吗？要不睡觉？不想睡觉，老师都会要求睡觉啊。然后老师还会有，现在还有风纪股长吗？有嘛哈？好，大家都当过学生都知道，那个时候风纪股长要记名字啊，他们没睡觉的趴着还是偷看，就马上名字就在黑板上了。然后或者是那有的风纪股长呢，其实老师的用意是什么？其实我们长大回头看都知道了，老师的用意其实就是睡个觉，因为下午晚上还有好多的功课，好多的课要上啊，你中午不休息一下就没体力啊，那没体力就会涣散，然后就会上课的品质就不好。其实老师学校的用意是出于爱心，希望你能够有好的学习品质。可是如果这个风纪股长当得有点过头了，拿着鸡毛当令箭，打个喷嚏都给你记起来，然后只是手麻了，我一定要换一只手，你动了，好，你没有跟我说好，我所以给你记起来。哇哩嘞，那这个风纪你懂吗？所以那时候法利赛人就有点类似这样子，已经有点过头了。太超过了，所以就让这一些信仰的群体已经渐渐已经忘记，其实上帝颁布那些诫命律例，其实是为了出自于一份爱跟关系。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会颁布这么多诫命，是因为我们人就是在容易犯罪嘛。我们要维持自己的圣洁，把自己圈在一个圣洁的一个范围当中，然后我们才能敬拜上帝，才会被上帝击杀。其实上帝是出自于一份爱，可是这些律法教师搞到后来变得好像，大家一看到这些律法教师，看到老师就赶快好像老鼠看到猫一样，很很惊吓，生怕自己哪里做不对，然后就被处罚，然后就被
被归类为是是害群之马什么的这样。所以律法的核心价值其实是爱，因为神爱世人，神是爱。上帝呢，这样子的用心，被这些律法教师搞得这样子一滩湖水都糊掉了，都搞不清，让这些那个爱就被这些律法层层的包围，把那些信仰群体都隔绝在律法之外。那些信仰群体都没有办法直接感受到上帝对他们的怜悯和爱。今天的经文记载的是在提摩太前书，那提摩太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他在宣教上很重要的一个同工提摩太。那这个使徒保罗，他原本在他的生命还没有被改变的时候，他也是一位律法教师，而且他是非常敬虔的律法教师。我们讲说博士教授级的那一种。好，这种博士教授级的律法教师，他是信仰群体中也是最认真的风纪股长。这个风纪股长认真不错，但是不要太超过哦。好，那所以我们在福音书的记载中就会发现，耶稣常常挑战这一些律法教师，挑战那一些我们如果有读福音书，就什么文士啊、法利赛人啊，就是那些，常常挑战他们，什么呢？你们空有敬虔的外表，但是却没有怜悯的心肠。你们只会守这些律法，倒背如流的话，然后叫人家要守，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一定要怎样，搞得大家每天惊慌度日，然后自己呢，然后还高高在上，觉得自己懂很多这样子，一点都没有怜悯，一点也没有爱。如果有人在安息日的时候生病，好像就是他倒霉，谁叫他活该倒霉在安息日生病？然后因为没有医生敢医病啊，因为那是触犯规条的，在那个时候，所以呢，耶稣一直挑战他们，要他们把心中的那个王位，他们的律法都被律法塞满满的了。耶稣要他们把这些律法给挪掉，让真正的上帝他的爱跟怜悯进到他们的心中。所以这是耶稣来的目的，耶稣道成肉身来世界的目的。可是当时候的人，那些信仰群体却不明白耶稣的使命是什么。耶稣并不是那个时候他们所期待的救主，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些信仰群体，他们所被掳归回嘛，虽然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可是他们还是被殖民，甚至被殖民的一个状态啊，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所以他们一直很期待能够恢复像之前大卫、所罗门王朝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期待的救主是一个可以骑白马、带把刀，骑白马带把刀，带着他们去革命，带着他们去推翻罗马政府的。他们世人的期待是这一些，可是很多时候耶稣不是啊。所以呢，耶稣他最后，他竟然就是在那些信仰群体，他们非常欢呼耶稣棕树枝主日，我每年都有在复活节之前那个礼拜，很多人摇棕树说好生啊，好生啊，奉主名来的时间是值得称颂的。他们就是在欢迎，他们欢迎，嘴巴这样讲欢迎，但是他们心里讲的是要推翻罗马政权的那一个救主。可是一个礼拜还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发现他们跟着这个耶稣，他们期盼的这个耶稣怎么好像不是来救他们的，还被罗马政府抓去关还被鞭打，还被侮辱，还被羞辱。然后耶稣呢？耶稣如果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个救主，他们就想说，那耶稣应该可以来行个神迹啊！耶稣不是很会行神迹吗？为什么他不能救自己？然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哇！这些群众简直是跌破眼镜啊！他们跟随的救主怎么是这副德性？怎么是还被钉在那个最羞辱的记号，就是最残酷的死刑，在那个时候是一个被钉十字架是最残酷、最羞辱的一个死刑。所以耶稣竟然是被罗马政府这样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让这一群众完全无法接受，他们无法接受，所以呢，他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认为说，他们好像被骗了，好像被耶稣骗了，他们就觉得自己很丢脸，我跟了一个不该跟的人，信了一个不该相信的人，然后呢，就跟着大家群众在喊说：“
钉十字架，他们很多人也说好，赶快把它钉十字架吧，这个根本就不是我的救主，这个是来乱的。所以我上个礼拜才会说，你们的期待，不能放在牧师的身上。我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期待可能都会有差错。如果我们的期待不是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心里的期待不是上帝的心意，就有可能跟这一群信仰群一样，他们有对耶稣有错误的期待。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期待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向着主，向着我们上帝的国度一起来努力。我们的期待应该是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今天的经文第14节说，能赐给我们信心跟爱心的，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盼望。我每一个同工都只是他的器皿，都只是他所差派的仆人，仆人是不能高过主人的。我不能取代耶稣，我也无法取代他。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们不能期待对我期待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要先调整我们的态度跟想法，因为如果我们不调整自己的态度跟想法，是贴近于主的时候，那你们可能会想说，啊，这个牧师好像跟我的期待不一样，怎样点。然后如果我对你们的期待也是这样子的时候，人跟人之间那个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因为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就在耶稣被钉死，然后他3天之后他就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以后啊，这些使徒们，他的当初跟随他的一些门徒们就带着圣灵的感动，然后呢就教导众人也都甘心乐意的奉献，彼此相爱。上帝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哇，多棒啊！这么多人信主哎，天天加给他们。可是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保罗的眼中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当时的信仰群体分为2边，一边就是其实他们都是对上帝非常的敬虔的，他们都是敬拜上帝的。可是自从耶稣来了以后，两边就是一边就是还是很遵行律法的，我就是要在维护律法，不然我们就要被掳走了。那有一边呢，就是相信耶稣的，相信耶稣要来释放他们，他们从耶稣看见上帝的怜悯，看见上帝的爱，他们觉得这个上帝应该才是我的上帝。这个律法一直讲说你不对，你不行，你不能怎样，这个上帝也会不会太严格了，完全好。所以呢，那个时候分成两边，同样都是敬拜上帝的人，可是这个信仰群体分成两边。好，在这样过程当中呢，对保罗来说，对维护律法的这群人来说，那一群跟随耶稣的，而且还是被钉在石架上的耶稣哦，因为他们不承认他是救主。好，这一群人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呢，如果他们这一群守律法的人任由这一些人在那边，他们觉得你们也太自由了，自由的已经有点太超过的时候，万一我们又被掳怎么办？所以保罗他就在那个时候，因为他非常的有权势，他就带了很多人到处去找那个时候基督徒聚会的地方，然后把基督徒通通一个一个拖出去打，逼迫他们。干什么耶稣啊？那耶稣根本就不是什么弥赛亚啊！我们都被他骗了，然后就打，想把他们打醒，就处罚他们。所以这是保罗那个时候做的事情。但是保罗其实是像保罗这样子亵渎、迫害、践踏、侵犯基督徒，也同时是迫害耶稣基督的人。即便他是这样子，但是耶稣知道保罗他其实是忠心，他对上帝他对他的信仰真的是很认真，只是他的忠心的方向错了，他认真的地方他搞错了他的使命跟目的，他忽略了他真的要
维护这个律法最重要的核心，其实是为了是上帝的怜悯跟爱。他忽略了，或者是说他被蒙蔽，他不知道，他弄错方向了。但是耶稣认识他，即便保罗搞错方向，但是耶稣是认识他的，所以耶稣复活后的耶稣基督主动走向保罗。好，你不认识我，你亵渎我、破坏我没关系，我主动走向你，怜悯他。耶稣怜悯他，跟他说话。在保罗亲自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以后，他整个好像被打醒，清醒了。他忽然清醒了，然后他在主耶稣的面前说：“我真的是无知的一个人。”就像今天经文讲的，他是无知，他发现自己实在是无知，然后也体悟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罪人一大堆，他说他是第一名啊，他是第一名，最犯罪重的那个罪魁。耶稣基督的恩惠让他感到羞愧。照理讲啊，当我们自己发现自己是一个犯罪很重的，我们真的会觉得羞愧的五体投地。如果旁边有一个洞哦，我想赶快钻进去。我怎么会逼迫在我眼前这个救主呢？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我还是个律法教师哎。今天就很难想象，如果是一个博士、一个教授，他好像就在一个人面前说啊，错了，我之前的那个论述啊，我的那些论文啊，完全都错了，这个方向整个都错了，真的很不好意思。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教授，我现在还没有看过了。但是保罗就好像一个教授，他已经是教授级的人了，可是他却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他的无知，承认他的错误。他真的是羞愧的，没有办法，没有脸见耶稣基督。但是主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奇妙的将他的生命整个翻转过来，不只是翻转过来，而且从他把保罗从那个羞愧、极度的羞愧里面拉出来。耶稣不只是接纳他，也爱他、疼他，还给他派任务给他，使保罗成为使徒保罗，为主的福音到处去为主做见证。这是个神迹，这是个神迹，这也是个记号。神迹的目的是要让人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主耶稣他让我们为了可以以一个罪人的身份跟上帝连结，他把他的一切都给我们，把他的生命也给我们。我们要拿什么来回应他的爱呢？当我们受洗，我们可能有些青年还没有受洗，或者是有受洗，小时候受洗，但是还没有坚信你。当我们受洗，这个就是一个记号，就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是代表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归入他的死。我们什么东西归入他的死？就是我们的罪，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背负了我们有的骄傲、有的自卑、自大，或者是嫉妒，任何负面的情绪，他背负了我们的这些罪，带到十架上。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誓约跟我们的耶稣基督将我们的罪一起带到十架上，我们要一起归入他的死，我们要与他同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一定会与他同活。果然，耶稣在被钉死之后3天，他果然就复活了。他把我们的罪带入死亡，然后呢，让我们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而且是一个永恒的新生命。那我们要怎么样用这个新生命来回应主的爱？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每天1个礼拜，如果你只有来教会聚会1次，好，假设最基本的嘛，好，礼拜天要来敬拜上帝，1天1次，然后其他的6天呢？其他的6天，如果你有读神的话语，你有继续灵修祷告，你有继续参加聚会，那或许在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吃一点东西，就好像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啊。如果你有1天，你有没有1天没吃饭过？
没有吧？一餐没吃饭，好像已经饿得快受不了，没力气了。一天没吃饭没喝水，整个人就已经，特别是这么热，没喝水，哇，那这个体力不济啊。如果你一个礼拜只有吃那么一次，那你们那6天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因为你完全什么都不能思考，什么都不能做，因为实在是完全没有体力。那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的养分需要每天供应，我们要自己去吃喝神的话，就是我们每天要读经祷告。我们要每天读经祷告，我们才能知道说，哎，主的心意是什么，才不会被这个世界给拖走，不会像行尸走肉一样，人家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因为我实在饿到已经没办法思考了，然后就随便跟，这样是很危险的，这样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圣经。因为读圣经才能了解我们的神，就好像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作品，要了解一个人物，可能透过他的作品，透过他的音乐，透过他的画，透过他，如果他是建筑师，可能透过他的建筑；如果他是文学家，可能透过他的写作；如果说像尹浩他拍电影，可能透过他的影片，我们来认识这个人。所以呢，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上帝，一定要透过圣经。一定要通过圣经，但是圣经又不能自己读。我的意思就是不能只是自己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角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个性。好，那如果我们只是用我们有限的人来认识、来读经、祷告、来认识上帝，是局限，是会偏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参加聚会，一起分享，在团契当中，我们一起分享。每一个人的上帝都是这么的，每一个人所认识的上帝都是这么的特别。我们可以知道说，原来吴恩的上帝这么不一样，这么特别。原来秋霞阿姨的上帝这么特别。原来潘姐的上帝，各位，我完全没有发现上帝还有那个面向所以我们可以在团契当中可以发现更多更广面向的上帝，都是上帝，因为上帝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一个人去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我们需要参与聚会，我们需要读经祷告，我们需要不断的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调整自己。如果我们总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吃喝上帝的话，只凭着自己的知识或经验去做决定，那我们跟上帝就会慢慢的疏远。怎么说呢？可能因为你不想读圣经，或者是你觉得没有必要我就是这样子嘛。隐约其实就代表你不觉得你不觉得上帝是一个值得信赖、值得商量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种事情他跟上帝讲不用了，我自己来做就好了。OK， 好，如果你的经验非常丰富，知识非常的渊博，好，那做得好。感谢主，做得好没事嘛，功劳就归自己。但如果做不好呢？不满意的时候呢，就开始抱怨，上帝都没有给我保守上帝都没有保守那么差，上帝我这么一点事情，上帝都不会照顾一下然后搞得我这样子焦头烂额。我们有时候要想想，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那个罪魁祸首往往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老是去怪上帝，也不要去怪别人，但是我们也不要怪自己怎么说呢？感谢神，上帝从来不撇弃他所拣选的人，他总是会一再的给我们机会，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我们还是罪人，在我们还无知、还不太认识他的时候，甚至于根本都不认识，连耶稣是谁都没听过的这个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已经背负我们的罪，带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他死了，然后我们跟罪拜拜，然后我们就复活，有个全新的生命。但就在耶稣基督即将死，在他断气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成了。
就在耶稣在断气被钉上十字架，在断气之前，他说成了。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看耶稣被看不到十字架啊，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立场的人，有的人立场说啊死好了，这个耶稣我们根本就是来乱来骗人的。有些门徒跟随着他，也有的是被他医治过的，然后听过他的教导，也觉得非常有权柄。对啊，这就是我们要跟随的主，还在那边惊慌失措的。所有的人在那种混乱的场合，完全失去盼望、希望的时候，耶稣说成了。耶稣总是会在我们觉得绝望、痛苦的时候，他会带给我们盼望，他会让我们看见希望。所以，当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就可以与他同复活。因为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终必复活。”使徒保罗之所以会写这封信给提摩太，就是因为提摩太他本身他还很年轻，但是他的个性有点软弱。他在宣教的事工上，他碰到了一些问题。在那个时候，大环境问题很多，所以他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所以使徒保罗才写这封信，特别来去鼓励他，让他要跟他讲说，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之所以能做，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完全，我们已经完全了，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厉害，而是主耶稣基督他信任我们，他把这个任务派给我们。我们千万不要怀疑，不要一直为了过去的错误还在那边自责，然后也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我们要不断的去尝试，就好像昨天，最近啊，我知道说我们敬拜团，他们在拍MV， 然后我们还有2团，对，今天下午要成果发表，从不会到会，这个过程经过都很努力。然后我们的一团的大哥大姐姐，应该说老师啊，一团的老师们也很努力的，不断的陪伴教导。在过程当中，或许你们会觉得好累哦，或者是说我怎么学都学不会，这个贝斯怎么懂都是懂不出，好像懂不出老师的那种弹法。我的鼓怎么打，鼓棒还会飞掉这样子。可能在过程当中，你们会觉得很挫折。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呦，人家好厉害哦，我什么都不会，那我不要服侍好，不然这样很丢脸。只要有开始都不嫌慢。主耶稣他说，不是跑得快的人会，圣经里面没有讲跑得快的人会得到奖赏，圣经里面只有说跑到终点的人会得到奖赏。不管你起步多快多慢，不管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开始起步，你的读经祷告，你的灵修生活，不管开始了没有，也不管你的速度是多快多慢，有开始就不嫌晚，只要有开始就不嫌晚。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再否定自己，也不要为着过去的一些失败，比如说啊，我曾经可能有努力过，但是没办法，人就是软弱嘛，我就是没办法持续，然后落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又回来的时候，就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完成任务或完成自己的目标跟计划。上帝不是律法教师，上帝不是站在你面前说，好，宇翔，你曾经怎样哦，然后他把你的一些什么，比较偷懒的事情啊，或者是怎么样不好心都记得一条一条记下来，不是。可能我们曾经跟上帝在心里面跟他说，主啊，我一定要怎样，我一定要怎样，可是后来没做到嘛。上帝不会记那些东西啦。主耶稣的恩惠已经加给你们了，他不是一直在定人罪的主，他不是那些律法教师好像一直在数你的缺点，或者是数算你过去一些你曾经答应过他，但是你又失信于他的事情。不会，
因为连保罗这个罪人中的罪魁，毒打基督徒，连这样子的人，主耶稣基督都亲自向他显现，接纳他，鼓励他。连使徒保罗这样子的人，主耶稣都完全的接纳他，那何况是我们呢？旁边都基督徒嘛，你有那个宇翔，你有毒打过正瑶吗？还不至于，我们还不至于毒打别人了，对不对？但是，耶稣这样子的爱保罗，那更何况是我们？更何况是我们？我们要常常把眼光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心里的枷锁、那些重担要交给他。主耶稣现在已经在跟你要了，你的重担，你心里的枷锁，你不要，你的锁链我已经把你扯断了，你还不知道，还把那个锁链再来自己再圈起来，好像没有那个锁链，没有安全感一样。不是的，耶稣基督已经把那个锁链给扯掉了，你不要再给它捡起来绑自己。我们的重担要交还给他，我们要把主权还给他，我们要把主权还给他。或许你现在不认识上帝，但上帝很认识你，他非常的了解你，他知道你是爱他的。只是因为我们人都有我们人的软弱，我们有时候就是会忘记，或者是我们就是会不小心，我们不是故意的，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我们心里的那个痛，我们不要再定罪自己了。今天是你得恩典的日子，今天是你蒙怜悯的日子，更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打拼，我们一起要向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样子的恩典已经在2000多年前从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人的当中，他为我们的罪，带着我们的罪，他愿意走上十架的时候，就在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他，都搞不清楚耶稣到底在干什么的时候，耶稣他就愿意为我们牺牲，他已经把我们的罪挪去了。不要再对自己的过去有任何的悔恨，因为这不是耶稣要的。不要再对过去有失望，因为耶稣已经赐盼望给你。我们最后要来再唱一首这首诗歌《何等恩典》，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原来的我。
误的期待继续辖制。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实在是很差劲，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实在是没有用，怎么讲你都不听，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好了，没有用了啦，你再怎么努力也是没有用，你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每一次出差错都是你，每一次都是这件事情没有做成都是你害的，我要告诉你，你要把这样子的感觉，你要把这样子过去这样的痛，这个束缚，你要交给耶稣基督，因为他要帮你背，你不要自己还要紧紧的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要交给耶稣基督，你要把这个主权交给他，你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过去，你有这样子的捆锁一直捆着你，让你无法透气，让你一直看不到前面的方向，你告诉耶稣基督，把你实实在在真实的感觉你告诉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就是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他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过去，把我们过去的伤痛，把我们过去的不堪，把我们过去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否定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主耶稣基督在你的面前，你都把它拿去。主，我们很痛苦，主，你看见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断在这个世界上挣扎，因为世界的标准我们好像永远达不到，我们永远达不到老师嘴巴里所说的那个好学生，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站在一个制高点。主，我们很努力的奔跑，但是我们好像一直在落在后面。但是主耶稣，我知道我在你的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是宝贵的，是宝贵的器皿，是圣洁的器皿。你看我们为至宝，你看我们为尊贵。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基督今天他要告诉你们，孩子们，把你们的重担交给我，把你们的枷锁放下。感谢赞美主，我们再一唱这首诗歌。一阵阵的心降伏在你面前，爱若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你手伸离我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我的恩典你竟然在乎我，我的恩典你宝血为我流，我的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我的恩典，我的恩典。主耶稣在乎你们每一个人，主耶稣的宝血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所流的，这个恩典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我再一次再说，我再一次说我的恩你宝血为我流，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尊贵荣耀作为我们的冠冕，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知道我们是你尊贵的儿女，是你宝贵的器皿。主耶稣，我们要将过去的枷锁、过去的捆绑、过去的否定，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主，你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泉源。求主耶稣基督祝福这个世代的青年，祝福这个世代的生命，
个新的生命、新的展望、新的盼望。我们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